借这个机会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圣国寺的常住法师来报告。从前有一个犹太王叫做大卫，有一天呢，他将宫中的工匠叫出来，他就说到：请你帮我做一个戒指啊，并在上面刻上一句话，让他能在我获得了胜利、志得意满的时候提醒我，在我绝望的时候能够救助我。接到国王命令之后，这个工匠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戒指，但却为了不知道要刻哪一句话而感到困扰。于是工匠去找所罗门王子来协助他。所罗门王子就建议了，你可以刻上说，这一切都将过去。所罗门王子解释说，当国王胜利的时候，只要看到这句话，就会收起骄傲之心。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呢，整个人就会豁然开朗。多有智慧的一句话呀！这一切都将过去。人生当中，无论荣辱、得失或者权贵、财富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因此，在失意的时候，不必自暴自弃啊；在顺意的时候，也犯不着得意忘形啊。范仲淹曾经说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我们可能前一刻事事顺利，而下一刻呢，就遭遇重重的困难。人生有起有落，有好有坏呀，这本是我们生命的常态。当你明白一切都将会过去的时候，你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。当你知道一切都将过去，你患得患失的心情将不复存在呀。常常想到这一切都将过去，处事会更柔和谦虚，待人会更随和亲切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什么样的环境，都不会去激动你的内心。当你心如止水的时候，这代表一种超越现实的情境不再斤斤计较得与失，不再耿耿于怀是与非了，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呀。佛教《金刚经》有特别提到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。其主要建立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破除对相的执着。因为凡是执着于得意啦、失意啦、忧愁啦、快乐啦、胜利啦、失败啦等等等等，执着于这些外相的人呢，会随着这个相的改变，升起七情五欲的心理变化。如此怎么让心灵得到平静呢？因此，若真能体悟这一切都将过去的道理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对事情必定会随缘自在，不再盲目的坚持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看法。对人自然可以跟别人打成一片了，事事开心、和谐、快乐。如果你心没办法转进，而被环境控制你的心，那你必须要赶紧多多念佛，因为念佛可以消除业障，可以消灭妄想。那这样无形之中，你的心会冷静下来。你应该要随时随地想到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我们将这个公案给大家分享，在人生的遭遇当中有好有坏有得有失，我们呢不必太在意，自然会过得很自在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